来，老爷太太都要向大小姐磕头，就连那莲儿奶奶病得那样威风，照样也要向大小姐磕头呢。死丫头，你要死了！红嘴巴呀，我说些什么？这刘奶奶听见了，当心激了你的皮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林姑娘在这里呢。二爷，不用不用，我早就叫你们灭了这些首领。姑娘，二爷来了。你叫林妹妹，你叫我要你时时叫吧林妹妹，我要你时时陪上林妹妹，我要你叫彩虹上九天，好与妹妹，这穷儿要来尽心抚慰无言妹。妹妹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哎呀，这样幽静的素人，我也喜欢。哎，林妹妹，方才大妃你叫我们做事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你了啊？我是无浪地做了一些，去出来了。做这样的事，真是别出了我一身汗来。真没意思，闹了一整天，就是口头营里请安谢恩，这是故宫送的虚文手礼，真把我冤枉死了。你就忘了刚才娘娘说，今后还要你多多去发个文章，好用中要助你。如今你说这些话，也不怕辜负了天恩做的，什么了还没苏醒。林妹妹，你有何苦当去我呢？提起了还没苏醒说，我心也外二爷说，可叹我生在这门公夫家，还不是好事不晚上去说，临近烧炉做过梦，也不顾了我这苦子睡梦，羊羔美酒包干锅，也不顾跌了我这泥根冷苦，生来这富贵两个字，真是把人来糊涂。罢了，你再这样问说下去，却被人听见，又当是鸡瓜事，信息挖去也是讨好，开到拒绝好这里，大家又不得亲近了。好了，林妹妹，我盼你再次说一说，压着铁棺材上清醒梦。你只要在这里，去老老实实坐一堂，就像那蜜糖装在身上。我去了娘你，我也
起来。我去了，我也去。你呀，真正是我命中的母亲。老祖宗，这里离远望近，就在这里歇歇吧。好吧。老祖宗最好，老祖宗最好。老祖宗，咦，好兄弟林妹妹，刚才老祖宗我要叫我去寻你们你。宝娘来，林丫头，林妹妹，来，方才一只眼就不见你们两个，却是躲在这里。唉，这一天是够累的了。好，西姨妈，你们也受下洗洗吧。秀鸾，到外面去看看小子来了没有？好用的天上莫大把娘娘听，可是人不留啊情，至今冯家为乱去，大观园更叫人听听。我方在小的一天头，你又来贴我心头。呀，真是的，可是我杀不得娘娘封的，我竟把我们老祖宗给忘了。那老祖宗，你打，老祖宗不在上天富贵啊生，永在当天不能听。往往我的孙子一心想，上山把你化成女伴成婚，还有那花朵一样的宝姑娘，生我轻轻地紧紧地抬起，把衣服才东一拿，就来是大官人啊，从今后杀尽万王，杀心城。西姨妈，你们听听，孟丫头这当巧嘴啊，真正叫声恨与不是，爱与不是。孟丫头又能过又会说话，倒也替他刚替老太太家过门。哎呀，我这人这呀，又有多少了？林妹妹、宝妹妹，我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们呢。什么好事呀？老祖宗，我听你说了。好嫂子，你快说呀！刚才娘娘说，这大观园啊，他若身为心情用一天就封起来，不叫人进来，岂非过为了远方的金子？故而命姐妹们都赶进来子女。哎呀，这可好啊！大观园碧红龙的菜好风光，姐妹们俱是真相当，从今儿花儿争相留多子。老祖宗难道是把我偏一旁？哎呀，你去什么？你是与姐妹同中空长大，怎为上面这文字好啊，从今后我心满意足，
人世所望东欢唱。老娘，你和姐妹们一起搬到园里来时，可不能踩到奇妮子。哎，林妹妹，你喜欢是哪一次好啊？是啊，林丫头，还是哪一次这管跳来？老祖宗，我爱着红衣深深迎墙，我爱着农民细细送雨香。这可好两儿的心意。哎，林妹妹，我也想叫你在这小香馆子里。老祖宗，我爱那一家老幼美人家，我爱那花朵芳芳女儿诞，那园中一家人同小香，好与妹妹进来玩。好好好，宝妞，那你就是在你何园？是林丫头，你就是在这小香馆。是。哎呀，为我们的宝丫头你，宝丫头，你爱是哪一次啊？老祖宗，园中此次好风光，听听老祖宗宗旨好好好，宝丫头，那你就自在后无缘吧。多谢老祖宗，我们老祖宗啊是多能生子生女的。老妹妹，你住在这里，就像自己家里一样，往后不必拘束哦。是啊，宝丫头，来，宝丫头，你来了，我也将等我外甥女儿一样的等你。往回搬到园里来时，烧什么正烧，这过后你姨妈往姐姐去要。我们家里呀、有的是皇上恩赐的喜欢之物呢。你提着喜欢之饭，我倒想起来了。老太太，我们在金陵早就听说，保佑一路宝台，这里边遇上一块不太金陵的喜事保佑来。如今来到这府上，万里能细细的宽顾你。老兄弟，能不能让我们上去上去？宝弟弟姨妈请客。你看看这块牛可是保佑的命根子呢。莫是莫妨，喜水恒昌。哎呀，这两句话和我宝丫头经书上的倒是差不多呢。哦，宝在经书上也有字，让我也上去上去。这个两句起名我罢了，为什么好看的？你怎么夸我的呢？我也要夸。宝丫头，你就去他看看吧。是。林妹妹，来，不离不弃，放令永进。哎呀，我听这经书上的两句话，我抱你身上的八个字，都像是一对呢。是啊，你老太太就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去吧。你来了一天也该回去洗洗凉啊。送老祖宗，老祖宗，老太太最好。
妹妹。小妹妹，你为何随着一年不离开？哎，林妹妹，我与你廊下并肩将他看，我与你长天空中把月开，好妹妹。当你的，我与你到秦房交去我7岁。何苦嘞？对吧我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这可开口了呀！他们都去了，你为什么不去呀？我在这里陪着你呀。我可不敢把那八二爷为我你。为什么？我不过是离天堂金堂梦，怪物金主配包牛。怪不得妹妹不理，常来后头是包牛。这个老子是我可不喜欢。你最不苦你，这两牛就那金属配什么？好，你弯腰说这种话，我见你个厉害，你可不知道。今天我可不饶你，老娘你在哪？我可也拿了。你以后弯腰是这种话吗？好姑姑，我再也不管了。
阿姨，你上次叫我弄的书，我把你找来了。好，拿来。哎，那《西厢记》。阿姨，对不对啊？对。那阿姨，你应该上5了吧？明天上你1吊钱。谁没见过1吊钱？哎，阿姨，把这像样雕刻的30个吧。阿姨，把这荷包也30个吧。别人去拿去，这个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是拿。拿来。拿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瞧不许我的，我今天偏要的他一个赏花呀！四大边青玉子难得西厢，前面有情全在此。爱女的境外梦语不惧死。什么？林妹妹。哦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。这样一来呀，可要成功咋归了你？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那些诳过名文玩去的八卦文章。你玩的这些年，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还不趁早就看看。林妹妹，我在这里看这个书，除了花鸟以外，别无一人知道。请你看，我是不怕的，好歹可不许告诉人啊。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碗都不想吃你。林妹妹，哎呀，林妹妹，好妹妹，那，西厢记。
就是那倾国倾城的梦呀，才该死的不是把他龙城城银子也出来了，这混账的娃儿欺负人，我可要到句句分析，林妹妹将你告。哎，林妹妹，哎呀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好妹妹，我无非如今子儿人看见，好妹妹你千万让我这一招，我是一定欺负你。好，明早呢我就进池子里，让老头娘把我疼去了。那掌声一风是光阴在身，当起人呀望分开，老娘三声让我老夫人，那为民不前的子有满头，我以为怎么样？你答案是对，猜原来是个人养拉枪的。你说说，你这个娃呢？好，我也告诉去。我也要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好了好了，林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哎，林妹妹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好吗？林妹妹，我上回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了。林妹妹，你明天听我这个想的好不好？那可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你是我想的，我也送你件东西。喏，这是不亲王送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呢。什么才能人拿过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看得想的。我要想的。你要一个想的，那很容易。好，王事今后遇上为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越为足越为些，有什么金地牛地又来了。你这个人啊，难道连亲不结束后不分线也不知道？第一件，我们是古旧姐妹，宝贝辈是两姨姐妹，人亲切也比你远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我们两个一朝前一丈人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再来的，岂有个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猜，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却不知道我的心不成。阿
此君一中，似无一笑，生人语，生人语啊！山高无上，乃人力生之大计，为之，为之。哎呀，为之。太爷，那宋家在苦恼，你还笑你？每日里送往人来打咖啡，闻香口头记祖先，再受恭敬听教诲，味同香辣道声言，是儿名掉落的出门上，道得我头昏目眩，实可言。他入了金库子，没有法子呀。读书读书，把人害苦。太爷，我来替你当孙子吧。此君一走，此无。画得一点都不美，我来替你给画一下。哎呀，小祖宗，喏，让我家家门吧。好，随他你画吧。好。阿姨，那。大处也不是水，美也好像林妹妹，再听你唱来，给一个风雨妹妹一样的很开。哎呀，二爷，你这话怎么去问啊？美也更像那林姑娘，七宝。为了他的添了金门金真奇怪，难道梅爷生得好看点，因为这才成了吗？我偏要把你画得像林妹妹，你妈一样。先生。美不美？请问你家林妹妹是在家相夫难求别去愁，我们的孙奶奶的姑辣椒米，先生。莫我知，就是他为母养子，这都是孩爷宠着他的缘故。孩爷，你啊，凤凰文飞无恙配，素子的奴婢去挖门，你放下风景素不言，老爷知道要听。快天色亮了，来，他下一件衣服吧，来。咦，这个环境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是
个朋友送给我的。是什么朋友就送你这样的东西？哎呀，你照顾一些好不好？哎，你又不是叫咱俩去什么三角区里的，怎么了？好幸运的条件，不知我家二爷又做了什么冒着人的事了，再有些风风雨雨被长辈知道，又免不得把红萝卜说在垃圾站上，叫我们做奴婢的会气跑什么？我说的就是真经事。不瞒你说，宋城亲王府里有个唱戏的名叫机关，这条汗巾是他送我留作纪念之物。唱戏的，那机关从小我当王子，11岁马到西班牙鼓舞，13岁他已然二门生子海，进了中上亲王府。到如今他名满天下，你超绝，谁又知他抬下来比抬上多？他是死吃白酒心不过，心不过令人当作王爷奴。我月月想着好呀雨，雨梦他在我环境心相如。二爷就媳妇交朋友做这种事情，二爷你放下归天天火盆，七宝旁拼命生配的舞，三陪老爷来自乡，家不说早不过哟，你媳妇往来，这难道就完了什么的？万地他亲，妻子往来是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请进。什么？不欢迎他生吗？宝弟弟，来，宝弟弟请坐啊！宝姑娘请进。你们刚才讲的这样热闹，不是在谈讲些什么？宝姑娘，你看，他就是这交朋友啊！宝姑娘，请用茶。是啊，宝兄弟要是中午戏自己教，那倒是叫声担心的。宝弟弟，你不要听他的话。哎，宝弟弟，我心情约着了去试试，请你看看。那二爷，什么事？二爷，老爷吩咐我来传话，说是贾玉成老爷明天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要二爷准备准备，明日好会客。又是会客，这是老爷吩咐的嘛？宝弟弟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也备着，你说这为的是什么呢？那当我是你的常在车中，生见娘母的，谁不想见见你面？我不过是个说中有说的说人罢了。哎呀，你忘了自己原是贵妃娘娘的道理，什么叫声不娘母你？我就不要有这些落肚门来往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确实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个不娘好做官这种来往？强留媳子结交朋友的道理呀。这倒是要改一改才好，宝兄弟。
老太太问过吧，怎么人？你去问过吧去吧。包姑娘，难道我是专门生家，还不罢的吗？包姑娘，人家好心劝他昨晚参加什么落座？你想什么用不得老爷不生气你？我醉了。包姑娘再走一位吧。不用了，我再去看看你妈去。包姑娘最好啊！包姑娘最好，包姑娘啊！包姑娘最好，包姑娘最好啊！包姑娘啊，真是心地宽大又好样，真叫人敬重。因儿是包姑娘，今朝要是为了林姑娘啊，不知道又会怎么样呢？林姑娘从来都不会说这些文章话。难道是文章话吗？真想不到，群内贵国之中也会传上这种风气。顿顿的，谁能上去做什么？放在嘉峪城老爷来接你，等你半天才出来。出来了，又看看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别怪他你这位私藏，别丫头你到李生光，自古陶氏同结衙文。曾经连那几文章，可叹你曾经是个举不雅，仕途荆棘披旁，只怕你永在那一城东阳，与家与国俱无望。听着来是谁跟着你上呀？老爷就是小弟妹妹，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？哼，一定都是泪眼文化在肚子里，等我空了，见不了你的病。老爷，就这不上进的所长，晚上在这里做什么？晚不引我下去读书。是。主人亲王府里有人来接。哦，有请。不知大人驾到，有事原因，万幸是人。启官，启官，大人请。
望民而来。我们府上有一些事名叫结果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事情三五者不计委屈，此次寻找无着。这是结果，与琳琅宝玉相交甚而。听说到此府去，也是琳琅的旨意。故此就先生专制琳琅，请将结果放回。请大人稍待。雷人啊，皇宝玉来。是。大人，请命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！在家里你因为贵嫔被熏焦，在外边无法无天又遭殃。那结果是王爷家人陈洪仁，你经过应对他出不逃。什么结果？我实在不是此事啊！八字难把烈火帮，公子你何苦莫得牢？我说你的见得这错，也有真名在举人，他人与我今晚见你哟，大人请说。你讲，那结果也觉得让越过目，也觉得像马好笑，再不愿出手有理。愿做个英居于家。看来他人在哪里？你讲，他的去东郊可有此事？是不是？你万被我夸奖。你好，我下去找一位，找不了别罢。咱们与再来请教好事。宋大人，不许离开！大人难拒，宋大人，奇怪啊，奇怪！可他你总有银子上朝官，只怕是难道是来无知上？哎呀！上阵！雷人啊，把宝牛拖下去空了，把门都关上，再有人转进到里面去，你这等死，用我拖下去当，听见没有？用我拖下去当死他！令我重重的打，令我打死他！哎呦，天哪！见我家父能是你专营之中，富贵功名之间，竟出了这个不忠不孝的，哎呦，孽子！他不能光灿灿胸怀金银，他不能为呵呵加了高的，今与那丫头戏子结朋友，做出了颠入门门成事情，今日却更名，你将来说祖宗怕家。
宝玉拖上来。有罪人给到，老爷也该宽仁我夫妻们的，我年已半把，再有这一年的。我养一子，无为不祥，不是今日当死他，一切很晚。老爷，要是我的祖儿为我在世上的话，现在你当时也顾保佑，现在当时也不顾保佑，我也不管了。自己我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老爷，你我就只有两双手。老爷，再当死他，就活起了。宝女，老太太，我知。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何必自己出来？快儿子进去吩咐言了。哼，你原来哄我撒谎，我倒与话吩咐，自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你让我谁去生？老太太，做儿子的管教他，为的是永中要主。老太太实之走啊，做儿子的是我担当不起呀！呸！我只说了一句话，你就经不起。你那样的板子，难道宝玉谁经谁得起了吗？你这不养好我争气的生子哦！宝姑娘，宝二爷在吗？宝二爷他已经在了呀，是宝姑娘来了。宝姑娘，请进。宝姑娘，请坐。宝二爷的伤可便宜了么？好，倒是好了。啊，宝姑娘，这真亏你呀！宝兄弟要是没与你细心照料，岂不为好的这样坏你？好端端的怎么叹气了？宝姑娘，你哪里知道？老爷子托堂儿一家归业，为的是王子成龙把名显。再知他好了伤疤，伤了痛，理解本性该改变。我猜的是你是做了空劳了王宇，这只还温暖心一片。你何必
费了许多心思来帮我们劝劝他吧。只要用得着我就不太子。上次听人说你对了个戒指，是不是？宝姑娘真是好记性，也不知是我粗心万次回去，竟把他赏给我的一个好值钱的戒指弄对了，这也糟蹋不差，真叫人心痛。对了也就算了，我这里倒有一个，你把我这个拿去背吧。宝姑娘，说是痛不及他送你的那个好。宝姑娘，这我怎么受得起你？这做得了什么？你就拿着用吧。也只有你宝姑娘总是这般体贴人。你要是缺少点什么，这光做我养好了，用不着什么客气的。这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宝姑娘来了半天，我竟茶都没倒一杯。宝姑娘，你走走，我去倒茶。不用了。头上道士的话所信的，什么金玉良缘，我只想与林妹妹的谋杀结盟。宝贝的是你呀，宝兄弟，你的伤可是医了么？多谢你千几着，我的伤已经全好了。哎，宝姐姐，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？说了也为了，想不到听见你在梦中骂神。哦，是真的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好了，梦中之言不知为信，就不谈他吧。我一来是来访访你，二来听说你最近已做了几岁心事，倒想来打倒一番你。是倒是做了几岁，这是总不见你和林妹妹，你来了，正好请你评论一下。那么去到里边去吧。有什么是宝来做的，叫我们深更半夜的不得再叫。不在下了，于是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啊，凭你是在韩先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进人来。宝兄弟，这岁事倒做得不错呀。
深色到大观园，四季是春，我眼中恰着是碧树翠城。茶呀怕海浪急，杨柳带醉，桃花恨，这花都儿余生一朵水。别离，我已曾放心随功名，弃掉情意随自意，只一这生莲花。难为你陪着我们老一辈泪如愿，这才贴了我们过少的喜事里。包茶里给公主龙吟当被观音啊！我你来了，我那边头的回房。好吧。老年谁有喜从意，真乃是花花里的生花生。老师说你在哪里？这人么把发衣非常花人，给我看啊！老太太有问有年轻，长生不老我想起三个暖心，老人心。我丫头就凭你这张巧嘴啊！我内心宽起来，二嫂子病他这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太你。哦，我的孩儿来坐下。我的孩儿啊，
我是勤劳了，还瞧什么？喏，当年我像冯丫头这么年纪，倒是比他顽强哩。是啊，是这样的。姨太太，不是我当着你的面蒙人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中4个女儿顺起，要是巧，要是好，都不得报丫的。对，老太太说的真对呀，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的。哎，姑妈，这倒是真的。我时常听老太太在背后也是包姑娘好你。冯丫头，等为你去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说新剧乐言乐话。是，姨太太想怎么去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办法叫冯丫头办了来去。老太太总是叫她出难题，时常叫她弄了东西来消解。哎呀，姑妈你休息了，我们老祖宗啊，只是言生又说，要是不言生又说啊，早就把我也吃了你。老祖宗最好。
知道你不理我，见了我就走开。我找你这一句话，从今儿就了开手。气死吧！说两句，你听不听你？妹妹，岂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妹妹从江门出来到，包月日送着乡门红欢笑，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听一条，还怕那妖怪不是不知道我情是脏脏洁洁来找了，夜上外闹落大雨，夜上开夜我写笑，我与你同坐千万同常在，将一母所生的亲同胞，十指望亲亲热热插到底，方觉得我俩情谊比谁好。谁知道妹妹生大心也大，如今是你家
眨着眼睛把我叫，三朝四人不理我，是朋友失望了怕单烦恼。我有错你当叶子马也好，为什么用耳鼻子将我抛？你与愁你树也是生也好，为什么悲伤都是淌泪掉？是保牛不明白吧不理我，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过却死的鬼问冤难饶。怎么你在哭了？我父身可来，看你来自还魂人，怎么能手动决定？是我忘了情，我就痛了心。你既这么说，那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医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是我从哪里说去呀？怪不得你不理我，我是个家对对妹妹，叫我给开去死好了。大清早起，死呀我呀，也不忌讳。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呀。那天虽保证是来走过一回，一定是丫头们干的好事。待我回去问出是谁，我就要教训教训他们。是要教训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以后八姑娘来，什么白姑娘来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我要是这种话，你到底是气我，还是憎我呢？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可劲都抱起来了，还记得原来好你。好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，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上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了，你若真的不明白的话，我当我平常不用了心，连你对待我的心也都不问了。正因为你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若能宽慰心，你的病就会好了。这丝泡你就拿着用嘛。好妹妹，你慢点走，你再让我说句话，你再走好不好？我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敢说，今天他当的说出来，就是死了，也是甘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生的病，又不敢告诉谁，只好挨着。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
谁为好你？我是谁里梦里都忘不了你，好妹妹。二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二爷，看你真舍不得，还是回去吧。啊，走吧，走吧。不曾做什么？可曾看见我们姑娘吗？不曾见过。哦，子娟慢着，我正有话问你。哦，子娟，近来妹妹身子怎么样？夜里瞌睡得可好一些了吗？瞌睡得好一些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奇怪，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，怎么一年去法来了呢？这叫做凭借乱头衣呀。子娟，妹妹夜饿吃了没有？我正要问你，这夜饿是谁教我们的呀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面前列录了一个风声。哦，原来是你说了啊！我们正在牛，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，每日叫人送一辆夜饿来呢？原来是这样哦！夜饿吃光了，吃上2-3年，妹妹的病就会好了。也多谢你费心了。子娟，天气不好，忽冷忽热，你身上穿得这样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。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呢？二爷，上次我们这可是话，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哦。一年大，2年小，叫人看着不真容。那些文章人在背，都会是你的，你总不履行。我晓得谁也不以为这是我死的。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，不要你思想，你看他进来原上你，我远不及你。二爷，你生我的气了？不曾生你的气，你的话说得有理，怪不得妹妹常常不理我了。唉，假的假的，死的死了，走了，你们渐渐的都不理我了。想到这些，我才伤心起来。看宝牛山上有情人，是真是假万难分。他姑娘好一生，与这一样人，不知道他究竟爱的什么心，不知叫今生都要死一死。
娟，你在想什么？二爷，我在想，啥是每日1两银哦，在这里吃惯了，明日回自己家里去，哪里吃得起这个呀？你是谁到自己家里去呀？你林妹妹为啥在自己家里去呀？你呀，你是什么皇啊？你红山大呀无落叶，妹妹是苏州女人大无情。老太太一些外甥女，千里结归不成婚，她离不开小乡观众且观众，真委屈，叔叔真委屈家门。二爷，你也是想困什么？你以为家中说大神的难道是别人口中的无靠？你可知虽然起了归大海，也只终于他去忘了。等姑娘将来出国时，至少要送她回故乡，心灵里都能在家父试一试。听说是临江名称来接姑娘。先生，你是这样死儿的，把帮你弄成这个样子。这就不能让他这样是什么话？二爷却爷爷吃了水菜的能量，我也不会死了。宝娘，是呀的你他这样是什么？我并不会说什么，这老太失去娃娃。二爷，二爷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哇！是呀的，得罪了二爷，忘不过去。对对，师叔，你不能争，你不能争啊！要去连我也带了去。怎么一回事啊？他失去娃娃，甚至林姑娘要为送进自己家里去，二爷他去。不到什么事？林妈妈，林妈妈她忙着来看大爷来了。你叫林妈妈看到后一位。二爷，不得了！是你这你们来了，快当出去！死了你们嘞！银子才不许他心里。对，今日不许提到灵日，也不许叫心灵的进来。都听到了没有？你们都听见了没有？也不许心灵的进来。好兄弟，那就是走好兄弟了。好兄弟，爱你。那就说了这里没了，快当出去！当出去！你看谁在那边走？这兄弟总该放心了吧？八爷，师主。林妹妹她从今儿去不回。八爷，
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管事，今天他当的说出来，就是死了也是甘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挨着。放了的水军，已经回去那块水军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咦，傻垃圾，好多顿的，为什么抵抗？林姑娘，你倒明明在鼓里，我只不过说错了一句话，珍珠姐姐也不该打我呀。你说出什么话了？珍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？还不为宝二爷去保姑娘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那就是为宝二爷去保姑娘的事情呀。林姑娘，自古来哪个姑娘不成功，哪个少爷不娶媳妇，为什么不许人家在一句？为什么要装成弄鬼非莫人心？林姑娘，林姑娘。
姑娘你眼中能有多少泪？真情的东楼到城下来找去，姑娘啊，保养你要亲人花模样啊，你眉上做是我的路远山高，江南归一老天荒真没事。姑娘你身子乃是宝珍，再莫说这样的娃儿痛身心。世界上总有两样可是病，更何况祖宗都是同你的神，老祖宗大你长真，众姐妹听经你。思君修的福中生，这福中才是我只能是你亲啊。妹妹，这一年是我最仔细的了。姑娘，你有什么呀？把我的四本子拿来，姑娘，等身体好了再快嘛。拿来。
记得菊花不似的亏损，黑当起手对清心，一风远走，银心里小小关内人聚门，一生心弦真是此君子情思那记心，这是个我想要当今那高低。真为我看过多少聚来恨，才知道是怕离别生死别啊，可叹我真心人还得过家心人。早知曾经的知否，会临生死痛到如今，百万金从此心。星爷，你告诉了老太太她
林姑娘病重，他们怎么说？不用问了，大爷正要是宝姑娘了。西爷觉得今夜多情，新郎都令我布置的，上对吩咐，不叫我们知道。这些人就这样很多人等话不能凭他的嘴不能比，恰原来布姑娘多情那王子妃，贴心上那关正是我来团王的神儿加一岁。婆娘，我看明朝林姑娘死，你那是我连来见我，真想不到你也是。李姑娘她怎么样了？在哪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自己姑娘说几句话。自己姑娘刚才老太太和魏奶奶商量过，那边要用你，才使唤你。醉妈妈，你些情吧。等林姑娘死，我们时算是为才来定为使唤的。这是林姑娘，我也可以请你。自己姑娘，我也是长得差劲，该何计？好了，那再找谢爷跟我走吧。谢爷，怎么你跟着不去？长得是少不过长得。我讲姐姐，谢爷。没有什么姑娘，是来请我回去的吗？是的，姑娘，是的，我要回去了，我可要回去了。姑娘的，不是请我回去的，妹妹，你去，姑娘。生下官的二爹娘，你三生就是对上当。到如今，
都是难用我亲把手与妹妹永别。姑娘，在今宵，东京女，你手举无言，相守好林妹妹，好嘞。林妹妹，你的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不见了，现在可盼到了这一天。林妹妹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宝娘，你要稳重点呀！林妹妹，今天正是从古道经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莫疑的事啊！林妹妹，妹妹呀！细心听
从今儿与你曾在早起干花灯，寒夜挑灯把米菜，天香亭里观松啊，不月谁影他苍北。从今儿巧女教义满山问，四道团水放不开，这真是宁红水空风雨空，女郎织女妻为林妹妹，你给的这个东西做什么？何必用这些石头呢？林妹妹，宝兄弟，妹妹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做新郎送给东人，许啥子新娘起咱许，多生欢喜少厮杀，再缘再分莫团聚，老祖宗都是为你好，你去懂得，小人乃是第一句。你生我啥？我是你，都生啥你？我把我的心都交给了他，还未对他不问人吗？我爱他敬他都来不及，怎为是他期待许？今日我早欢喜进去一生里，把脸上化作鸟之身。老牛，我的孩儿啦，娘娘相敬此病到他来，这乃是父母之心，不过为那问什么？娘，来，宝娘，你母亲的话可要记住，这都是为你好啊。我知道了，这最好了。林妹妹实在是红盖的啊，她做事理，面是无用，眉是绿，她做不是心里晨光花头。哎，这叫我是何能不去看她呢？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宝牛，宝兄弟，宝牛，宝二爷，宝兄弟在哪里呀？小子，你快要我的手指头！二爷，知道你在做梦？哎，什么做梦不做梦的？你不要无事，老祖宗在这里说啥，老爷也是外头说的你。二爷，我老爷刚上任那个美人儿子的，兴起了喊来了。林姑娘呢？怎么问出去林姑娘呢？老爷子所娶的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宝兄弟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宝娘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二爷，是宝姑娘啊，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当年怎么也会这？当年怎么也会这？你去的是宝姑娘。
我的太娘，怎么别说是多别了，多别了，这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老师总说要学文字那个的，哎呀，你说想，你说想。红头彩，为什么没缘错把桃花飞？为什么恰巧竟被救了？你听我。听到林妹妹叫声，就是你告诉我，你可曾听到她的哭声？老祖宗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啊？我一句心里话呀！你死！林妹妹与我多约定，两个病月是一条狗，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屋，也好让同病相怜心靠心。我咋也能少相见，死了也可当同文。老兄弟，老祖宗啊，我天下万物我送去，自己与妹妹同死生，老祖宗的医疗我吧，医疗我吧，老兄弟，老兄弟。今天是弟弟大喜的嫂子，你今病得呀，好叫我心痛啊！你呀，你呀，我知道，去你妈也没有用，我找林妹妹去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兄弟。孽障！你啊！
何此去？可留下苏州怕为害邻人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林妹妹。此今是千夫万婚，婚不归，上天上地难苦太母，生不能隐蔽，我几句死不能无言无义情。草想当初一孤苦伶仃，当我家来，这一位暖家哭泣孤零零，我与你今生与日亲兄妹，那日两小无猜空正面，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，共同西厢采花人，保牛是破佛桃心真情
到如今无人共把心相通，可怜我伤心不过梨花上了闭门岗，你是啥百姓也不明。妹妹呀，你为我一往情深大明天，我为你睡里梦里常想你，好容易攀到同往花烛夜，总以为美满姻缘已现前，想不到令妹妹变成盗贼，恰原来你配必死，我配呀骗。啥指望爬头到老不恩爱，谁知晓你竟黄土笼中头死灭。我行身上风骚何不必多虑，怕委屈吗？子舅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也是个缺死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惯了，神医死了，还是顾什么你？子舅，妹妹临死之前，她讲了些什么？你。曾记得姑娘病重无人理，上前只有我自心地，他这边冷过的三根气儿，你那边是东方承诺一片心，这听他横生福报牛。妹妹她说了些什么？姑娘是保牛，你好，这心酸的事我牢牢记。你来迟了，来迟了。
妹妹的邀请，今后曾听一段你心的他，王子娟妹妹的花烛，今后曾花如水在水葬花呀。王子娟妹妹的银鼓，今后曾他因故叫他姑娘呀，他姑娘生爹的娃。今后你世上的神儿不是他。你不能怪我配身体了，并不是我违心啊。居身身的是他错，一根插手。把众生天长地久有余我心却已快难再不妹妹，你一直在当冰雪里作死，我妻内一共清流三作步，从今后你残过面在地下，我愿从头更永不他。阿姨，这是林姑娘泪下的血泪。生劫难在烈里分，我与你舍我去尽。平地花。阿姨，你快回去嘛。委屈，我们委屈吧。
不愿意这些落都门来往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个不让我做官这种来往？强留我妻子，这叫同一的道理呀。这倒是要改一改才好，宝兄弟。你去问过吧去吧。宝姑娘，难道我是专门生家还不罢的吗？宝姑娘，人家好心劝他总嘛参加这么落多，你想什么用不得老爷不生气你？我醉了。宝姑娘再走一位吧。不用了，我再去看看你妈去。宝姑娘最好啊。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啊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啊！宝姑娘啊，真是心地宽大如花样，真叫人敬重。因儿是宝姑娘，今朝要是为了林姑娘啊，不知道又会怎么样呢？林姑娘从来都不会说这些文章话。难道是文正话吗？真想不到，军内贵国之中也会传上这种风气。短短的，谁能上去做什么？方才贾雨成老爷来接你，等你半天才出来。出来了，又慷慨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在归车你作为所长，在丫头你到李生光，自古陶氏同济衙门。曾经连他几文章，可叹你曾经是个举不雅，仕途经济
听起来是谁跟着你上呀？老爷就是小弟白米。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？哼，一定都是雷爷文化在肚子里，等我空了，见不了你的病。老爷，走这不上进的所长，晚站在这里做什么？晚不引我下去读书。是。主人亲王府里有人来接。有请。不知大人驾到，有事愿意，万幸是人。启官启错。大人请。请坐。官是奉王命而来，我们府上有一些事名叫奇国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此行3、5日不见回去，是此寻找无着。纯是奇国与琳琅宝玉相交甚而，听说到此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，故此就先生专制琳琅，请将奇国放回。大人稍待，来人啊！黄宝玉来。是。大人，请用。老爷，你是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规避百姓家，在外边无法无天又咋样？那几个是王爷家人人，你经过应对他才不逃。什么情况？我实在不是此事啊！法子难把里后忙，公子你可苦忙得牢。公子我说你未见得错，也有真名在举人，他认你我今你要大人请喝。你讲，那几关也觉得让月过目，也觉得像马好笑，再不愿出身有理，愿做个隐居于家。看来他人在哪里？你讲。他比去东郊可有此事？是不是？你万不应我夸奖。你好，我下去找一位，找不了便罢。咱们与再来请教好事。宋大人，不许离开！大人难罪，宋大人，奇怪啊，奇怪！可他你总有银子上头光，只怕是难道是来无知上？哎呀，上阵！来人啊！把宝玉拖下去困了，把门都关上，再有人转进到里面去，你去等死，用我拖下去等，听见没有？用我拖下去等死他！令我重重的打，令我打死他！
见我家父能使你做义之作，富贵功名之家，竟出了这个不忠不孝的，哎呦，孽子！他不能光灿灿，胸怀金银，他不能为呵呵这路高的，今日那丫头戏子结朋友，做出了颠覆文明丑事情，今日却革命，你将来所祖宗怕家人。是父是君，把宝牛拖上来。老爷，宝牛虽然给到，老爷也该宽仁我夫妻们的，我年已官罢，再有这一年的。我养你子无为不祥，不如今日当死他，一切后还。老爷，要是我的左儿会活在世上的话，先是你当死一个宝牛，先是当死也把个宝牛，我也不管了。如今我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老爷，你我只有了放生。老爷，再当死他，就活起了。宝牛，老太太，我知。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何必自己出来？花儿子进去吩咐也了。哼。你原来哄我少，我倒与娃吩咐，只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你让我谁去生？老太太，做儿子的管教他，为的是永中要做。老太太实质做啊，做儿子的是我担当不起呀！呸！我只说了一句话，你就经不起。你那样的板子，难道宝牛谁经谁得起了吗？宝牛，你这不养好我争气的生子哦！好
哟，那你就自在你不远，是林丫头，你就自在着小香过。是。哎呀，为我们的宝丫头你，宝丫头，你儿是哪一次啊？老祖传宗四次好风光，今天老祖宗四好好好，宝丫头，那你就自在好无缘吧。多谢老祖宗，我们老祖宗啊是真正你的。宝妹妹，你自在这里就像自己家里一样，往后不必拘束哦。是啊，宝丫头，来，宝丫头，你来了，我也想等我外甥女儿一样的等你，我会搬到园里来住，烧什么正烧，再过后你姨妈往姐姐去要。我们家里呀、有的是皇上恩赐的喜欢之物呢。你提着喜欢之物，我倒想起来了。老太太，我们在金陵早就听说，保佑一路宝台，这里边遇上一块如太金陵的喜事保佑来。如今来到这府上，还里人细细的宽顾你。宝兄弟，能不能让我们上去上去？宝弟弟姨妈请看。你看看这块牛可是宝玉的命根子呢。莫生莫放，现在很长。哎呀，这两句话和我宝丫头经书上的倒是差不多呢。哦，宝在经书上也有字，让我也上去上去。这两句起名话罢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你怎么看我的呢？我也要看。宝丫头，你就去他看看吧。是。林妹妹，来。不离不弃，放灵永静。哎呀，我听这经书上的两句话，我抱你身上的八个字，都像是一对你。是啊，你老太太就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去你来了一天也该回去歇歇凉啊。送老祖宗，老祖宗，老太太最好。林奶奶，林奶奶，
叫那金属配什么？好，你玩妖是这种啊，我见你个厉害，你可不知道。今天我可不找你，老娘你在哪？我可要哪了？你还玩妖是这种玩吗？好哥哥，我再也不管了。阿姨，你上次叫我弄的书，我把你找来了。好，拿来。
哎，那西厢记，二爷对不对啊？对。那二爷你应该上上五了吧？明天上你一吊钱，实在没见过一吊钱。哎，二爷把这像样吊开的放这里吧。二爷把这荷包也上这个吧。哎，别人去拿去，这个不灵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是拿。拿来，拿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的，我今天偏要的他一个赏花呀！四大边情与子，难得西厢，切苗子现在。有情全在此，爱女的境外梦与不惧死。什么？林妹妹，哦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。这样一来呀，可有成功咋归了你？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那些诳过名闻完去的八卦文章。你玩的这些年，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还不趁早就看看。林妹妹，我在这里看这个书，除了花鸟以外，别无一人知道。请你看，我是不怕的，好歹可不许告诉人啊。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碗都不想吃你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哎呀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好。
爱小香。子君姐姐，今天园里的巴掌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子君姐姐，大小姐走了娘娘回来，老爷太太都要向大小姐磕头，就连那李二奶奶病得那样威风，照样也要向大小姐磕头呢。死丫头，你要死了！红嘴巴呀，胡说些什么？这李二奶奶听见了，当心急了你的皮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林姑娘在这里呢。阿姨，不用不用，我早就叫你们灭了这些手礼。姑娘，大爷来了。你叫林妹妹，你叫我要你时时叫上林妹妹，我要你时时陪上林妹妹，我要你叫彩虹上九天，好运妹妹，在穷人要来金秋岁无言美。林妹妹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哎呀，这样幽静的素人，我也喜欢。哎，林妹妹，方才大妃你叫我们说事，怎么一睁眼就不见你了啊？我是无浪地走了一些，去出来了。做这样的事，真是别出了我一身汗了。啊，真没意思！闹了一整天，就是口头营里请安谢恩，这是故宫送的虚文手礼，真把我也忘死了。你就忘了刚才娘娘说，今后还要你多多去发过文章，好用中要助你。如今你说这些话，也不怕辜负了天恩做的，什么了还没苏醒。林妹妹，你又何苦当去我呢？提起了还没苏相送，我心也歪，耳也聋。可叹我身在这门公夫家。
临近烧炉做过梦，也不顾了我这苦子睡梦。羊羔美酒包干锅，也不顾添了我这年羹人苦。上来这富贵两个字，真是把人来糊涂。罢了，你再这样问说下去，却被人听见，又当着鸡瓜子险些挖去也是他好。看到拒绝哈这里，大家又不得清静了。好了好了，林妹妹，我盼你才是说一说，压着铁棺材上清醒梦。你只要在这里，去老老实实住一趟，就像那蜜糖装在身上。我去了娘你，我也去了。我去了，我也去。你呀，真正是我命中的梦醒。老祖宗，这里离远梦境，就在这里歇歇吧。好吧。老祖宗最好，老萨最好。老祖宗，咦，好兄弟林妹妹，刚才老祖宗我要叫我去寻你们你。宝娘来，林丫头，林妹妹，来，方才一时夜，就不见你们两个，恰是躲在这里。唉，这一天是够累的了。好，媳妈，你们也手下洗洗吧。秀鸾，他往你去看看小子来了没有？好用的天人莫打把娘娘听，空是人不留啊情，至今逢家为乱去，大官愿更叫冷清听。我方在小的一天头，你又来添我心头。呀，真是的，我是很舍不得娘娘送礼，我竟把我们老祖宗给忘了。喏，老祖宗，快打，快打，快打！老祖宗放在上面不可呀真，用心当天不听，往往我的手指一心想。上山把你画成女白真宽，还有那花朵一样的宝姑娘，从我心心里紧紧来团起，把衣服才东一拿，就来这大朋友啊，从今后杀心万万，杀心媳妈，你们听听，孟丫头这张巧嘴啊，真正叫声横语不死，爱语不死。孟丫头又能过又会说话，倒也替他让替老太太家过门。哎呀，我这人这呀，又有多岁好。林妹妹、宝妹妹，我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们，你什么好事呀？老祖宗，我听你说呀。
他若认为心情有一天就疯起来，不叫人进来，岂非辜坏了远方的景致？故而命姐妹们都赶进来子女。哎呀，这可好啊！大观园碧红的彩，好风光。姐妹们聚日真相伴，从今儿花儿争相。留多子，老祖宗难道是把我拼一旁？哎呀，你急什么？你是与姐妹同中同长大，怎为上面这混子好啊！从今我心怀一着无失去，和姐妹们对讨一花，何时才明？赶紧下去，迎四方东欢唱。王娘，你和姐妹们一起搬到园里来时，可不能踩到奇妮子。哎，林妹妹，你喜欢是哪一次好啊？是啊，李丫头，还是哪一次这管跳来？老祖宗，我爱着红的深深银雀郎，我爱着农民细细送雨香。这可好了我的心意。哎，林妹妹，我也想叫你在这小。放牛宝姑娘，宝二爷在吗？宝二爷他已经在了呀，是宝姑娘来了。宝姑娘，请进。宝姑娘，请坐。宝二爷的伤可便愈了么？好倒是好了。啊，宝姑娘，这真亏你呀！宝兄弟要是没你细心照料，岂不会好的这样怀你？唉，好端端的怎么叹气了？宝姑娘，你哪里知道？老爷子托当儿一家闺女，为的是王子成龙把名显，才知他好了方法放了通，理解帮心该改变，我猜的是你是做了空劳王宇，这只还温暖的一片。你何必这样关心你？
下许多心思，来帮我们劝劝他吧。只要用得着我就不太子。上次听人说你对了我戒指，是不是？宝姑娘真是好记性，也不知是我粗心外出回去，竟把太太赏给我的一个好值钱的戒指弄丢了，这也找他不着，真叫人心痛。对了也就算了，我这里倒有一个，你把我这个拿去背吧。宝姑娘，说是恐不及太太送你的那个好。宝姑娘，这我怎么舍得起你？这得了什么？你就拿着用吧。也只有你宝姑娘总是这般体贴人。你要是缺少点什么，这光叫我养好了，用不着什么客气的。这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宝姑娘来了半天，我竟茶都没倒一杯。宝姑娘你走走，我去倒茶。不用了。皇上道士的话所信的，什么金玉良缘，我只想与林妹妹的谋杀结盟。宝贝的是你呀，宝兄弟，你的伤可是医了么？多谢你千几着，我的伤已经全好了。哎，宝姐姐，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？说了也为了，想不到听见你在梦中骂神。是真的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好了，梦中之言不知为信，就不谈他吧。我一来是来访访你，二来听说你在监狱做了几岁心事，倒想来打报一番。是倒是做了几岁，这是总不见你和林妹妹，你来了，正好请你评论一下。那么请到里边去吧。有什么是宝来做的，叫我们深更半夜的不得再去哦。不在下了，于是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啊，凭你是谁？韩先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进人来。宝兄弟，这岁事倒做得不错呀。
我已曾放心随功名，弃掉情义随自意，只一这生莲花，花牺牲。叫你一路你朝水里，千岁热情道理是否相张龙衣，老祖最好，老太太最好，老太太最好。老祖宗看来。有天气早起，陪他老太太来一程。我的孩儿，难为你陪着我们老一辈来游园，这才添了我们不少的喜事里。早茶里给公主龙吟当被观音啊！你来了，到那边走一回吧。好吧。老年谁有喜从意，真乃是花花里的生花生。老祖宗，你在哪里？这个么把法衣飞上花人，给我看啊！老太太又问又年轻，长生不老我想起三顾暖心，老人心。龙丫头，就凭你这张巧嘴啊！我泪心宽起来，二嫂子病他这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太你。哦，我的孩儿，来坐下。我的孩儿啊，我事情老了，还巧什么？喏，当年我像凤丫头这么年纪，倒是比他顽强哩。是啊，是这样的。姨太太，不是我当着你的面蒙人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中4个女儿顺起，要是巧，要是好，都不得抱丫头。妹妹，喏，那。是相亲。
个倾城的梦。呀，切，该死的58堂，龙层层银子一出来了，混账的娃儿岂不成？我可要到句句分解，林妹妹，将你告。哎，林妹妹，哎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好妹妹，我无比为己子儿人看见，好妹妹，你千万让我这一遭，我是一定气不赢。好，明早娘我就进池子里，让老头娘把我疼去了。那张生一封是光阴在身，那当起人呀望分开，老娘三生让我老夫人，那为民不欠别子有满地，我以为怎么样？你答案是对，猜原来是个人养拉枪队。你说说，你这个娃呢？好，我也告诉去。我也要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好了好了，林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哎，林妹妹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好吗？林妹妹，我上回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这些了。林妹妹，你明天听我这个相谈好不好？那可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你是我相谈，我也送你件东西。喏，这是不仅王送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呢。什么才能人拿过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看得相谈。要，我要相谈。你要一个相谈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后遇上为替你做了，神将比我更为足，更为些，有什么金地牛地？又来了，你这个人啊，难道连亲不结束，后不尊贤也不知道？第一件，我们是古旧姐妹，宝贝的是两姨姐妹，人亲切也比你远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我们两个一朝前一长在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再来的，岂有个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切！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却不知道我的心不正。谁
此君一中，似无一笑，生人语，生人语。山高无上，乃上的生子大计，为之，为之。哎呀，为之。太爷，那宋家在哭闹，你还笑呢？每日里送往人来打咖啡，闻香口头记祖先，在手恭敬听教诲，味同下那道声言，是孩儿名掉落的车门上，道得我头昏目眩，是可言。他那了金库子没有法子呀。读书把人害苦。太爷，我来替你当孙子吧。此君一走是无亲爱，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的？是我父亲画的呀。画得一点都不美，我来替你给画一下。哎呀，小祖宗，喏，让我家家门吧。好，谁让你画吧。阿姨，那。眉间纱处也不是水，眉眼好像林妹妹，在地上来给一个风雨妹妹一样的神态。哎呀，阿爷，你这话怎么去问啊？眉眼更像那林姑娘，七脖子，爱了他的，贴了金门贴，真奇怪，难道眉眼生得好看点，因为这才成了吗？我偏要把你画得像林妹妹一模一样。先生，你看我画得美不美？请问你家林妹妹是在家相夫难求别去讨，我们的孙来的姑辣椒米，就把我们俩配得当先生，买我子就是他为模样子，这都是海爷宠过他的缘故。海爷，你呀，凤凰文飞路阳台，手指的努力去挖来，你放下风景树叶，老爷知道要平着开。海爷，其实开的蛮不分，总在你不是自己爱读书，也应该生产出读书的样子来。又是读书啊，快天色亮了，来，他下一件衣服吧，来。咦，这个环境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个
朋友送给我的。是什么朋友就送你这样的东西？哎呀，你照顾一些好不好？哎，你不是叫咱俩去什么三角区里的怎么了？好幸运的了家，不是我家二爷又做了什么蒙着人的事了，再有些风风雨雨被长辈知道，又免不得把我说在拉出山上，叫我们做奴婢的会气跑什么？我说的就是真经事。不瞒你说，宋城亲王府里有个唱戏的名叫机关，这条汗巾是他送我留作纪念之物。唱戏的，那机关从小我当王子，11岁马到西班牙过，13岁他一人儿门生子孩，进了中上亲王府，到如今他名满天下，你超绝，谁又知他抬下来比抬上多？他是死吃白酒新不过，新不过令人当作王爷奴，我愉悦这好呀语，预梦他在我痕迹心相如。二爷就媳妇交朋友做这种事情，二爷你放下回天天火盆，七宝旁拼命生配的舞，三陪老爷来自乡，家不说早得过。哟，你媳妇忘来，这难道就完了什么的？皇帝与他亲，妻子往来怎可从？是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请进。什么？不欢迎他人吗？宝弟弟，来，宝弟弟请坐啊！宝姑娘请进。你们刚才讲的这样热闹，不是在谈讲些什么？宝姑娘，你看，他就是这交朋友啊！宝姑娘，请用茶。是啊，宝兄弟要是这么细自己教，那倒是叫声担心的。宝弟弟，你不要听他的话。哎，宝弟弟，我心情约出了几首诗，请你看看。那二爷，什么事？二爷，老爷吩咐我来传话，说是贾玉成老爷明天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要二爷准备，明日好为客。又是为客，这是老爷吩咐的嘛。宝弟弟，老爷每逢这对宾客，总是要我也备着，你说这为的是什么呢？那当我是你的常在侧中，生见娘母的，谁不想见见你面？我不过是个说中有说的俗人罢了。